小玲玲又来了。小玲玲今天要唱什么歌呢？哎呀，以前大家有没有听过那个梅花三姐妹？我给你唱个最可怜的我，天涯流凄泪。来，咱来听咱小玲玲，跟一个人，他要唱给他爸爸听，他爸爸在印尼，听听我们小玲玲唱的《天涯流凄泪》。有没有在想爸爸？哦，这个的有啊，真的有在想爸爸吗？希望爸爸乖，你爸爸听到这句话，一定很快就会回来的。谢谢我们的玲玲，唱得很棒哈。好，要不要感谢阿公阿妈一下？感谢，感谢阿公阿妈，说一下，感谢阿公阿妈，感谢爷爷奶奶。伊讲爱就应讲啦，爱
说感谢爷爷奶奶好，玲玲，好，谢谢玲玲，好，感谢我们玲。